介紹自己啊。你好啊，我係叫 Asman 啊，我係印尼人嘅，我今年咧47歲，我有兩個女嘅，我嘅做法一個女咧，大個女咧而家今年咧16歲，跟住仲有一個細女咧，今年15歲。我以前咧第一次入香港咧，2003年嘅，嗰陣時照顧小朋友做到4年。跟住原來第二個咧，2007到2009都係照顧小朋友。跟住我又翻印尼結婚，跟住生過兩個女嘅。跟住2016年咧，我又入翻香港照顧婆婆，婆婆嗰陣時80幾歲，我照顧佢就6年。跟住又係個婆婆入院院啦，跟住我又揾第二個僱主咧，都係照顧婆婆，其實一個婆婆嘅，都係差唔多佢80幾歲。今次咁啱婆婆80位，所以我而家要做揾啲分工咁樣。嗯，咁啊，姐姐啊，你識煮啲咩中國菜啊？都煮嘢食都好簡單嘅，你炒菜啊、綠菜啊、煲湯都好簡單，煲湯嗰啲你哋關湯都食嘅，蒸魚啊，煲嗰啲木瓜啦、木瓜雞腳，仲有啲青紅蘿蔔。係啦，紅蘿蔔同埋粟米咁樣咯，番茄咁樣。粉葛湯係嘛係啦，都識，番茄好啊。湯都食。咁啊，姐姐你識炆牛腩啊？識嘅。識嘅係。係啊。咁如果家常小菜，譬如雞翼啊、煎雞翼啊、蒸蛋啊、苦瓜炒牛肉啊，呢啲都識嘅。識嘅都識哦，好。咁啊姐姐，咁你依家諗住揾呢份工可以做幾耐啊？起碼對睇下覺得到就或者2年啊，或者如果覺得未得咪可以做加個咁樣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咁好，唔該晒你姐姐，唔該晒。唔該。